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美国本土，今嘛传出哪像有发现侦察用的高空气球飞过美国本土挖进加拿大所在。美国认定这是中国所为。中国一开始是唔承认，尾也是解释讲这是民间地用的飞艇，咧做气象等等的科学研究。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才会无细字飞去美国。本来美军是按算讲要出动战机，把这粒气球拍落来，不过佫烦恼讲，若是落落来涂骹，可能会造成伤亡。目前是先继续监控，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因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已经先取消这礼拜访问中国的行程。因为美国领空出现疑似中国的侦察用的高空气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已经甲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通电话，表达延后访问中国。北京也证实，拜登总统已经同意这个决定。I spoke this morning with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 Wang Yi to convey that, in light of China's unacceptable action, I am postponing my planned travel this weekend to China. The presence of this balloon in our airspace, it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is unacceptable. This occurred. 就是画面这个白色的圆形物体，美国政府怀疑伊是中国侦察用高空气球。除了美国北部各州，伫加拿大也发现，这画面是蒙大拿州居民用相机翕的，疑似气球的下边有亲像太阳能板这机器。And it kind of at first seemed like it had a comet trail or tail, and then it just like totally like stopped and just started hovering. And that's what kind of concerned us at first, or we were trying to think maybe it was coming straight at us instead of going by us. 民众翕的地点伫蒙大拿州比林斯当地机场多有 F-17战机。美军捌考虑出动战机将这个物件拍落来，毋过考虑侦察仪器为几啊万英尺的天顶落落来，可能会互地面人员伤亡，才无安尼做。分析家认为，这个物件出现表示中国政府内部出现一寡问题。Is untimely. It's either a provoc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it's a mistake. On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doesn't know what the other part of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美国媒体指出，以即卖科技人造卫星、无人机或者是网络骇客，拢是切磋情报上好选择，毋是气球这样过时的工具。对布林肯延后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连续3摆挑战飞行，无用提供的消息。公司新闻电话人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个上新的消息。有风声讲，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最近会返来台湾进行工作汇报。外交部昨天暗时嘛证实，萧美琴去美国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满2年啊，最近会因为公务回国一抓。萧美琴这届返来台湾，会就目前对美国的工作进展甲规划，也佮有相关部会来交换意见，确保政府对美国相关的工作直接拢有顺利。外交部强调讲，驻外大使按规定公务回国，这是正常外交的工作一部分。若萧美琴行程，外交部会伫适当的时阵来做说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敢会来访问台湾呢？伊昨昏是回应讲，目前无访问台湾的规划，嘛强调讲，无论去倒位，这毋是中国有法度管的。因若接去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确定伫3月底会来访问台湾。引起中国的不满，伊讲中国听到这个消息会丢卡当地，用脚头捂想嘛知影。伊访问台湾的计划目前是未改变。China's never going to tell me where I can and can't go, but I have nothing scheduled right now to go to Taiwan. 一直传出示威可能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初三讲目前无访台规划，也声明无用阮中国插嘴。立法院长游锡堃也有人关心是毋是有拜会麦卡锡，不过游锡堃讲两个人并无见面，不过有见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加美方劳工人权甲环保官员。国会的没有啦，那行政部门的，譬如说莫健主席就是有，大部分都是跟民间的，这一次来。因为这一次来，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在台美关系全面的努力，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外在环境更和平稳定，更加的繁荣哦，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麦卡锡若做来台湾访问，会提升共和党甲国会声望，不过美中关系会恶化，台海冲突危机比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更加大。上次来了以后，那个海峡中线就没了嘛，啊，那这次来的话，那搞不好说他就直接对台湾有些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如果他公布他说他要来，那北京说好，你来这几天我在那边军演，你要不要来？那这个东西就会比较麻烦了。不过，这个众议院议长艾达莫话3月底要来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以个别政客立场形容艾达莫话，要求撤销有关草案决定。不过，外交讲法并无影响艾达莫话访台决心。Platí. My si nenecháme určitě hovořit do toho, s kým se budeme stýkat, kam budeme jezdit od někoho jiného, ať už je to Čína nebo kdokoliv jiný. A platí, tato cesta se připravuje už několik měsíců, já už jsem ji oznámila mnohem dříve a tudíž na tom plánu není důvod něco měnit. Ta cesta navazuje na jiné parlamentní delegace, které už na Tajvanu byly. 艾达莫话讲，台湾是半导体强国，台湾伫这个的投资是中国的14倍，甲台湾发展关系符合利益。艾达莫话也肯定这个准总统帕维尔甲蔡总统通话，强调台日双方谈价值观，更加爱有实际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彰化本土疫情增加25104例，比顶礼拜同期增加4.1%。不过死亡人数有甲105个人，这是从去年7月15以来高一天的新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讲，死亡的人数增加是因为申请年假的期间较慢通报的原因。为今仔日开始，高一天死亡的人数应该都会大大降低。接下咱来看联合报。环保署预告会开始限制使用生物会当分解的塑胶免洗餐具，按照伫今年8月初1开始来实施。环保署讲，会当分解的塑胶爱伫咧特定的环境才会当快速分解，国内并无相关下用的环境甲堆肥的设施。为今年8月初1开始，店头袂当阁提供，嘛禁止使用。咱来看中国时报。南部的水情严重，三分水库、乌山头水库欠水量拢无甲3成，南华水库敢若有6成2。台南市水利局预告，目前3个水库的欠水量也会当挡过望景雨季，希望4、5月的时阵会当有雨入来。水利署后礼拜嘛会召开中央水情会议，来检讨全国落雨甲供水的情形。伫选举进前有发出清二箍800支桃通勤月票的议题。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晡表示，针对800支桃、台中彰化南投甲南高屏3大都会生活圈，初步规划会推出亲像800支桃清2箍月票的优待，互通勤上下班的人一来会当省车钱，二来会当提升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这个方案会用特别预算来处理，按算特别条例通过了后，就会来实施。我是基隆人，然后每天都是基隆往来台北工作的非常多，所以应该大部分人都会乐观其成。1200应该还算便宜，然后可以这样跑来跑去。对公共运输月票的措施，民众大多数拢真乐观。根据目前交通部的方案，初步规划3大生活都会区，包括800支桃、中中投含南高屏这所在，针对上班上课会推出月票的优惠。以上8支桃来讲，1200块的月票会当坐公车客运和捷运。另外，中中投含南高屏的月票金额搁在规划。交通效益等角度来看，这都是刻不容缓的议题，也是应该要尽快落实的政策。交通运输的过程并不是以盈利为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民众能够快速的让环境更好，也能够减少在时间上的浪费。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已经把通勤的月票纳入特别条例，会以特别预算来处理。特别条例通过了后，就会来执行。假使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县市要来做这种划区域的月票的话，要去估算自己的财务负担，至少有一个标准可以去依循去预估哈，这是一个好事情。另外，伫公共运输、观光旅游的部分是规划提升台湾好行的景点，转制观光公车和移回当地区观光的便利行，或者提醒就路进前爱有相关的配套，才会当发挥效益。建议推月票，同时呢，可能也要推动一些让我们的转乘能够更方便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措施，鼓励我们的汽机车使用者愿意改善我们的公共运输。按算1月底进前，公路总局会完成相关法案的申请。这项3年计划若成果好，就会继续推展。记者综合报道。拄则所看到的公共运输月票的消息，目前是锁定北中南3大都会生活圈。不过中南部的部分，都算地方政府是真欢迎。不过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大众运输的选择性是真有限，真侪人感觉无一定用会到。
台中火车站的大厅本来人真侪，最近受到疫情影响，其实各地铁路、捷运、甲公车这大众运输量有下降。为了减轻通勤族的负担，佮提升运量，交通部配合审议中的疫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以及专门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被制定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研拟整合本市市区公车、捷运及 iBike 的多种运具，并思考跨县市运具的纳入，如台铁及国道客运等，让民众享有更加便利的跨县市运输服务。有中央投资，台中市政府真赞同，但定案了后，甲其他县市讨论具体的执行，暗过有民众烦恼经费要为倒来。政府愿意给钱，是我们当然是觉得好啦。但是问题是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啊？除了双北、基隆、桃园，交通部也锁定中彰投甲南高屏的跨县市都会区，一连规划通勤月票顶优惠。那台中市政府看好，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讲，希望中央加照顾南部，消除南北差别。同样的市民面积比较大，当然了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应该在大众运输跟捷运的建设要大力的补助，像高雄跟台南的建设。将土达早路卡入站，伫捷运路网渐渐完整的高雄，每人一张一卡通，通勤族已经真惯势啊。民众认为月票对跨县市通勤者确实有吸引力，不过其他人都未购买。不会买，因为我都是在高雄市活动。滨东关大部分的民众以汽机车代步，月票更加优惠，恐惊嘛用袂到。骑摩托车骑习惯的人，基本上还是觉得摩托车会比较方便。民众虽然欢喜有交通补助减轻负担，不过袂少人也认为，未补助交通费，不如改善交通建设，也是增加班次、路网健全、便利性悬，资源使用率就会大大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交通法令有个修法啦哦。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去年因为轿车、奥多摆无要烧让，致使过路人死亡的人数有达166个人，而且相关通报的案件是超过3万件。为着要减少类似的意外，交通部即马修法，未来无论是大小台车，便若是无让过路人先行，拢会罚3600，上紧伫3月底会开始实施。今年1月初6，台中一个赛车的查甫人伫转弯的时阵，无细力去弄到当咧过车路的2个女性。类似的事件，交通部统计一档有超过3万件，所以决定修法提悬罚款的金额，车辆无论大小台，拢罚3600块。目前已经伫立法院通过第一读，预计上紧3月底开始实施。现行小型车是2000元哦，大型车是2800元。那我们就是一律呢，就是把它依照整个查罚金额最高额处罚3600元。那对于没有礼让白手杖拿白手杖或者是导盲犬有视障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的话，那小型车有现行的处罚3600元提高到4800元，大型车有现行处罚4500元提高到7200元。车甲人相济要过，面对外国媒体点出台湾是过路人的地角，交通部回应，若准是过路人哪行哪算拖累交通，除了尽力宣导过车路爱赶紧以外，嘛会考虑调整交通号志才会设备。行人绿灯延后开启，就是车子先走，车辆先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再行人再来通行，或者是说行人绿灯提前关闭，就是行人走完之后，那就是走完之后，那保留一定时间让车子可以右转哈。第三个或是车辆右转的绿灯延后开启。交通部强调，车让人紧行，望透过提悬罚款、调整设备的方式，减少路口的意外。记者麦尚英、曾正佑台北报道。台北市公布上新的一批驾照赛车，已经封列着2届以上的名单。这届公布拢总有25个人，有家己的名、相片等等的资料公布出来。有的人是第2届驾照赛车去撞到，甚至佫拒绝酒测，罚款36万。内底嘛有5个人是已经第3届驾照赛车去掠到。这款公布相片的方式敢有效力？民间团体认为讲，要是加减有效果。你接怎么去晃？环境骑机车等红灯，看到另外一台机车转弯过路口，沿路又来喊气，马上向前来甲砸落来。0.75。本人讲无啉酒，不过伊一盆酒测达0.75，果然超过标准。看一下你这件好不好？发出高高酒味，互人砸落来。这查甫人饮药酒了后，佫上路，酒测了后0.67。警方处理酒后赛车愈来愈严格，若是酒后赛车累犯，会佫加重处罚。台北市车子公布新一批酒后赛车累犯名单，看起是真清楚，名字、违规的时间、地点、所作所为，全部互人看现现。这一次有
酒驾累犯2次的，也有3次的，然后也有毒驾的，也有拒测的，所以这次公布的名单的违规样态算是比较多元的。那这次处罚款最高的是一位男性的民众，处罚款最高到36万。那主要是因为他拒测2次。酒驾新法早伫去年上路，10年来2摆酒后驶车相关资料都会被公布。敢若是台北市已经有将近200人。过来看这摆名单，第3摆酒后驶车比例甚至阁占1/5。只是酒后驶车的相片被公布，是不是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呢？这些酒驾累犯一旦被公布姓名跟照片之后，我想他的亲朋好友绝对都会知道群体约制的力量，这样子还是有它积极的作用。长期关注酒后驶车议题民团认为，公布资讯，少少有协助的效果。更较重要是，酒后驶车累犯有个人可能是去调着酒精，爱戒治治疗，为源头杜绝，这样互因无过酒后驶车。记者综合报道。接下咱来看有关环保的消息。为了减少都市排放垃圾空气的情形，政府规划为2030年开始，市区的公车要全部改造电动车。不过交通部今年补助煞是救水，取消一台上济700万示范型的补助，敢若剩一般型的补助，一台上济是370万。有业者认为讲补助救水会增加买车的成本，可能是无法度伫咧时间内达成全部电动化的目标。未少同群的人是坐公车去上班，也是读册。为了减少都市废气的排放，台北市对2018年开始慢慢加老旧的柴油公车汰换真多电动公车，到至今已经340台。它会比较稳，对，不会晃动很大，然后声音也会比较小，会坐起来比较舒服，不会像普通那种车那么陡，就是很顺的就平平的这样开过去，而且声音也比较小。公车业者讲，每一台电动巴士差不多要1000万块，是传统柴油公车的2倍。电力的来源是电池、靠莫达来叮当，因讲无噪音，也未排放废气、二氧化碳等等。开车成本是比传统的柴油公车较好。不过交通部今年修正电动大客车补助办法，取消以往上悬一台700万块示范型的补助，敢若剩一般型补助，一台上最370万。对我们来讲的话，在资金筹措上要比较提高一点，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嘛，我们业者还是会配合的。交通部强调，到去年为止，已经核定补助市区客运甲公路客运1900块一台电动大客车，会继续甲经济部环保署这单位来合作，规划2030年甲市区的公车全面电动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际消息。北欧的芬兰甲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不过土耳其煞是唔予瑞典加入，这个档就是半年。最近阁因为瑞典极右派小可难经，关系煞是变阁较歹。土耳其敢若愿意先予芬兰加入，不过芬兰甲瑞典是表示，因是一共者阵的，若要加入就做伙加入。不过西欧真侪国家嘛拢真烦恼可难经的事件会引起恐怖攻击，嘛拢先甲驻土耳其的领事馆暂时关起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芬兰甲瑞典放弃几10年来军事无革命的原则。去年5月，到底申请加入北约组织。不过土耳其指控瑞典包庇库迪族流亡人士甲相关的恐怖组织，坚持反对，已经过半年多。顶个月，瑞典极右派人士帕鲁丹，迄阵伫土耳其自瑞典这国家的使馆外口烧可兰经来示威，更加互伊斯兰世界非常生气。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无限期延后相关的协商会议，表示敢若愿意先对芬兰同意加入。不过民调显示，过半数芬兰民众愿意先加入，不过政府议员支持甲瑞典共进退。We sent today a clear message. Finland and Sweden apply together, and it's in everybody's interest that we will join together in NATO. Sweden isn't a troublemaker. Sweden is a very close neighbor of ours. We have a very strong defence cooperation, and both countries will be security providers to NATO as allies. 为了配合土耳其，瑞典政府已经表示会收发严格来打击恐怖主义。未来凡是超出装备、流比开会营地也是场所，为登记有案的恐怖组织组织也是安排交通运输，拢会属有刑事犯罪。此案有加3个送到国会来表决。离小可兰经事件也未煞，包含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甲英国这国家的驻艺术坦堡领事馆，烦恼遭到恐怖攻击，设立暂停对外来开放。
土耳其外交部召见这个国家的大使表达关心，内政部批评这个国家发动心理战，想要来破坏观光业的复苏，加影响5月大选。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伫东非有一个国家乌干达，有一个68岁查甫人，伊带12个某，拢总生102个囡仔。伊的子孙即嘛是坐甲大部分囡仔的名，伊拢记袂清楚啊。嘛因为开销真大，强要吊顶，所以最后是决定无要阁生啊。中昼长的时间，一个到哈萨亚大声喊厝的人来食饭。68岁伊带12个某，生102个囡仔，还有578个孙。家族的人口这么多，已经不是儿孙满堂会当形容。Solo kutegera ko mwana omu eyasooka neyasembayo abaana awo wakati awo nga sisobola kubajjukira maanya gaabwe。住伫乌干达东部川田的哈萨亚，17岁时阵带头一个某，伊讲因为当地宗教传统允准一夫多妻，为伊的安兄鼓励伊加带某生囝，佮因为伊少年时阵担任武汉甲台语的身份地位悬，其他的村民主动甲查某囝嫁予伊，所以伊才陆续带12个某，上少年的某差不多35岁。yaleta nibeera bubi newulira bubi esawa netuuka ningamba kambeeremu awo。哈萨亚唔但记袂掉所有囡仔的名，连一寡家后的名嘛袂记哩。哈萨亚目前无透露，敢若靠2英亩的地要饲几落百人的大家庭，负担实在真沉重。伊坦白讲，有2个家后挡袂牢，已经走去啊。即马哈萨亚有学着驾驶，决定拄好就好，袂阁继续生产报国。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大猩猩这种动物，称在徛起来对胸坎这种动作，大家拢认为讲这是要相拍的意思。不过，即马都有动物专家特别去研究这个行为，因发现大猩猩对胸坎这个动作，唔是要相拍的意思，是为着要互对方知影讲伊生做真大丛，上好是莫来甲讲。咱做回来看这个深色的研究。电影内底大金光猩猩大力对胸坎，敢若要开枪共款，互人看到会惊。不过现实生活中，若是你看到金光猩猩对胸坎，唔通以为因也准备要开战。告诉对方说，我在这边，然后我的体型多大，就是让对方去评估说，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就是好惹的对象。那今天如果发现说，其实我体型比他小，然后或者是说我打不赢，他们可能就会撤退了。动物专家讲，体型愈大的大猩猩也是金刚猩猩，对胸坎发出的声音愈低，声音也是传超过1公里远。这时阵会经由声音的悬低来评估对手的体型，做出警告对方莫开战。另外研究也发现，为了强化对胸坎声音的大细声，金刚猩猩也会安尼做。一般击胸的话，很多人都会举出就是这种手势，但其实不是，他们的击胸方式是背状的，手呈现背状，然后并且拍胸口。亲像金刚猩猩安尼，对着敌人也是威胁时，做出真歹姿态，要甲对方吓惊。另外也有小鸟型。只是看到因前脚压起来，用后脚徛着模样，那会感觉这点仔也袂歹，反倒当真高水。后脚是在地上，那前脚2只会举起来，然后让自己看起来越来越大，越大越好，然后会这样的方式去吓对方。我好像打不赢的话，那他可能是会慢慢先退，他不能转身逃跑，因为转身逃跑的话会被追打得更惨。行过最路线小鸟型，就连相拍人士嘛有家己特对模式，互人看了感觉真高水。另外，过去国外也有人家伫大路中摆的这个树梢铺到路边的树顶，当时树梢向这查甫人伸出正手，敢若伫说多谢。专家解释，这是树梢自保的动作。你可能你想要伤害我，你可能要把我吃掉，所以我已经是做了防备。原来当树梢感觉受到威胁，就会伸出手骨，互家己体型看起来变较大只，来甲对方行走。下回看到动物做出伸手、徛起这动作，莫用人类的感情去想，就袂发生美丽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
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